敢打赌，99%的中国人都没见过这个中国非遗啊！今天给大家开眼界，妈，上台耶！哎，这次能不能敲个《天龙八部》的乔峰啊？有没有照片？有啊，你看后来粉丝发过来的，可以敲，就做一个大尺寸的，黑宝石琉璃的。大尺寸的不行，我要收小麦了，天要下雨了，你看。大尺寸要做多久嘛？几百个小时。几百小时？哎，只要你把这敲得好，我今晚连夜全给你收了嘛。这都是小事啊，这个才正事啊。我又不是网红，到底有没有人看嘛？哎，只要敲得好，肯定是有人看的。是金总会发光的，你这么好的手艺，很多年轻人都没见过的。那有没有10万赞？别说10万赞了，我觉得至少有100万点赞啊！这是很多人的回忆啊。走嘛，咱们敲一个。那好吧，那我试试。行。跟風韻與裝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趕海淺雪徑也未絕望，拈花把酒折實世人情況，憑這兩眼與百臂或千手不攜旁，天闊雪漫漫共誰同航，這沙滾滾水皱皱燒着浪蕩，貪歡一晌偏教眼淚如情長埋藏。照你我滿花光心地，愛競逐鏡花那美麗，怕幸運會轉眼遠逝，為貪嗔喜惡怒着迷，責你我太貪功戀勢，怪大地眾生太美麗，悔舊日太執信約誓，為悲歡愛怨妒着迷，捨不得璀璨俗世。躲不開痴戀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參一生參得到這條難題，跟風品與裝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趕海淺雪徑也未絕望，拈花把這沙滾滾水皱皱燒着浪蕩，貪歡一晌偏教那裏參不透這條難題，跟風品與裝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趕海淺雪徑也未絕望，拈花把酒標折實世人情況，憑這兩眼與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闊闊雪漫漫